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2天，伫咧当美国进前呢，今下晡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。另外，布林肯也见到中国外交政策上界关键的官员王毅。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，讲这王毅态度是打正嘅，要求美国唔通一直讲中国威胁论。有学者认为讲，布林肯这抓去到中国任务，就是要改善中美紧张的关系，也要替拜登和习近平。可能伫咧今年11月 APEC 顶头会面先来铺路。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了后，访问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会美进前，19下晡4点半正式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。双方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呢，也取得了进展，达成了共识，这很好。国与国交往啊，总要相互尊重，以诚相待。我也希望国务卿先生这次访华呀，能够为稳定中美关系多发挥积极作用。外交媒体伫好亲像布林肯再去会见中国外交政策最高官员王毅时阵，双方有具体进展才当促成。根据中国央视报道，王毅伫会中强硬表示，美国应该停止插足中国威胁论，取消相关制裁甲打压，并强调台海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，无任何退让的空间，呼吁美方明确反对台独。美国国务院会后的声明讲，布林肯表明美中两国应该负责任管理竞争关系，确保未变作冲突。也声明会持续运用外交手段，提出美方关心的事项，来捍卫美国人民利益甲价值。暗过形容两个人的会面直接阁有效果，外界伫有美中无定着有希望和解。目前美国透过这种把关系稳定住的方式呢，那么基本上习近平应该是会去这个参加 APEC 会议，因为习近平如果不去的话，其实坦白讲是他的损失。学者分析，布林肯这届上主要任务就是改善中美紧张势面，也是要为拜习两人可能伫今年11月 APEC 时阵举行拜习会谈铺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